香港人喺中山買樓，千祈唔好衝住地鐵上蓋物業而去衝動埋單博取啊，否則咧將會成為發展商嘅大韭菜。Hello， 大家好，我係 Ivan。今期影片咧同大家嚟到火炬嘅中心區啦，睇一個真正嘅地鐵上蓋物業，叫做越秀劍發君悦嘅。嗱，好多時候咧，我哋香港人上到嚟中山買樓咧，無非就兩大需求。第一個，要麼就退休長住；第二個咧，要麼就係平時 weekend 啦，可以同屋企人上嚟度下假、放鬆下嘅。咁對交通便利或者生活配套或者係成個園林嘅舒適度咧，要求都非常之高嘅。而喺呢個屋苑正門口嘅一個地鐵口，喺今年嘅年底咧就會正式通車嘅啦。從而通咗車之後，對我哋嘅生活有幾大嘅意義呢？今期影片會同大家逐一去拆解。嗱，成個君悦咧就主要分為兩期開發。第一期咧叫做洗悦，係由火炬嘅劍發同廣州嘅越秀兩大國企咧強聯合打造嘅。而 Ivan 依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位於呢個樓盤嘅2期園林位啦。嗱，大家睇到嘅一個舒適度咧都係比較好嘅。咁相對於1期嚟講啦，2期嘅位置會更加好。嗱，點解？因為喺大門口行出去唔到50米咧就可以到地鐵口噶啦。第二個咧就係往我嘅左手邊呢一個方向門口行出去，大概都係7-8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到太陽城嘅商圈啦。另外周邊咧仲有德能湖公園啦，咁嗰度平時對於我哋過嚟退休啊落去散步咧，嗰度都係比較舒服嘅。依家賣緊嘅價錢咧係由11,000蚊到12,500不等啦。對於呢個價錢值唔值得入手咧，我哋從3個角度去睇。第一個就係門口嘅地鐵通咗車之後咧，對於我哋返香港有冇實際嘅幫助？第二個，周邊二手嘅一個價錢有冇出現1、2手倒掛嘅情況啦？第三個咧就係喺明年啦，會有一個4代宅喺附近咧會正式動工，然後攞出嚟賣嘅。當然4代宅對於依家一個3.0嘅產品嚟講，佢嘅產品衝擊力都有嘅。但係你話成個越秀君悦佢冇優勢咩？佢都有佢嘅優勢。所以今期影片咧，我哋從呢3個角度去拆解呢一個樓盤到底值唔值得購買嘅。第一個就係呢條地鐵喺2027年，即係今年嘅年底咧就會正式通車啦。通咗車之後，對於我哋返香港嘅意義大唔大呢？其實我認為作用就唔大嘅，因為點解？呢條路線咧係通到廣州嘅18號線啦，即係去到廣州嘅南沙或者天河，咁全程咧講緊大概係40零分鐘就可以到啦。往西邊走咧就去到石岐嘅老城區啦，即係華潤萬象匯金鷹廣場嗰個站點嘅。係啦，對於我哋平時想返香港咧，可能呢一個就係唯一幫助啦，即係我哋一落樓坐地鐵可以去到萬象匯嗰度，然後轉翻永東巴士坐車翻到香港嘅。呢一個係比較少嘅幫助，所以 Ivan 咧就唔想話強扯拉入嚟呢個地鐵對於我哋翻香港有咩幫助嘅問題啦。更加大嘅意義咧係加強咗中山同廣州嘅一個融合程度啦。咁啊，對於係平時喺廣州翻工想翻嚟中山居住嘅人群咧，特別有幫助嘅。所以大家咧，如果係買呢個樓盤嘅話，唔使太期望話呢條地鐵通咗車之後，對於我哋翻香港有非常之大嘅幫助嚇。第二個咧就係周邊嘅樓盤情況啦。咁按照依家成個太陽城片區，可以同呢個君悦去做競品嘅係得2個次新樓，即係屬於係二手樓，但係交樓唔耐嘅樓盤啦。第一個咧就係招商雲頂府啦，目前二手賣緊嘅價錢咧大概係14,000零蚊。第二個咧就係前一排喺度降價清盤已經賣晒嘅健康花城4期啦，目前二手嘅成交均價咧都要去到12,700嘅。所以點解我哋喺最近呢段時間入邊或者喺度睇緊成個太陽城片區，會發覺好多本地 local 會去選擇君悦嘅原因啦？因為成個片區咧，其實佢已經出現咗1、2手倒掛嘅情況啦，即係依家君悦呢度賣緊嘅一手樓會比周邊嘅二手樓嘅價錢仲要平，所以好多本地嘅一個買家咧，佢會選擇翻一個新樓為主啦嚇。呢個就係第二個。嚟到第3個原因啦，就係附近有一塊4代宅嘅用地會喺明年啦就會準備動工啦，同樣都係呢個發展商叫做火炬劍發嘅。但對於依家嚟講咧，我認為嗰塊4代宅嘅用地咧，對於成個君悦嘅衝擊力唔係好大，因為佢有非常之多嘅不確定因素啦。第一個就係動工嘅時間咧未有確定，因為火炬劍發依家喺博
外路嗰邊咧有另外一塊四對仔已經喺度動緊工，而且佢都設咗展廳喺富日城嗰度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睇翻我哋嚟緊嘅幾條片 ，Ivan 都會去拍翻啦。咁啊，依家咧火炬建發係冇咁多嘅精力會去喐呢一塊地嘅。第二個咧就係價格未定啦，到時嘅市場行情去到幾多咧？咁呢個價錢依家大家都一個未知數。嚟到第三個咧就係發展商會起咩產品咧，我哋都未知嘅。如果係我哋參照依家喺神涌嗰塊地，即係都係火炬建發嗰塊四對仔用地啦，佢係起緊89平曬面積嘅。對於呢一個棍穴係有一定嘅衝擊，但係同樣我嘅觀點都係唔會話太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過嚟呢度買樓，無論係 local 又好，或者係我哋香港人又好，我哋係追求現樓嘅。呢個咧就係棍穴嘅一個優勢啦，即買即入住，即收樓。而如果我哋去選擇等待四對仔嘅用地，可能佢明年2028年先動工啦，但係佢收樓嘅時間咧，可能講緊要去到2029年啦。呢個收樓時間未確定，所以大家咧其實都唔使話將第三個因素，即係附近呢塊四對仔嘅一個衝擊納入一個考慮因素。所以棍穴呢個樓盤咧值唔值得大家入手咧？我認為從兩個角度去睇嘅。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地鐵，對於我哋返香港雖然話冇咩實際大嘅意義啦，但係對於平時我哋想出返老城區去到石岐嗰度，例如萬象匯啦，或者係去永東巴士坐翻直通巴去翻香港。第三個咧就係附近有人民醫院咧，呢條地鐵係有一定嘅意義嘅。咁嚟到第二個啦，就係如果我哋追求周邊嘅一個生活配套成熟度，或者係成個園林舒適度嘅話，呢個樓盤都係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嚟到第三個啦，就係你話呢個價錢佢仲會唔會有下跌空間咧？我認為可能性唔大，因為我哋可以睇到周邊二手樓嘅價錢都係基本12000蚊到14000蚊，同棍穴嘅價錢係平等，甚至比棍穴會更加貴嘅。所以我認為佢下調嘅空間真係唔大㗎啦。所以如果大家係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可以約埋 Ivan 過嚟實地睇一睇。OK， 咁大家依家跟隨我哋嘅鏡頭上去實地睇一睇佢嘅示範單位。好啦，依家我哋上到嚟一座嘅15樓啦，實體樓，依家最受嘅就係呢一座，景觀一模一樣，入邊嘅尺寸咧都係一模一樣。咁原本咧呢一座賣緊咧就2梯4伙啦，2個89平，依家已經全部賣晒噶啦，113平咧剩翻低樓層嘅單位。所以咧我哋今期影片就睇 Ivan 依家企緊呢個單位127平。嗱，呢個單位咧除咗景觀爭少少之外咧，成個單位內部嘅佈局，我認為都係比較靚嘅。一門右手邊我哋會見到咧，就係有一個可以拆咗嘅一個半開放式嘅書房啦。雖然咧我哋好多時候因為佢係精裝交樓啦，咁我哋未必會去拆咗佢嘅。但係我認為可以拆同唔可以拆咧，對於我哋日後嘅使用空間或者係使用需求上邊咧，我會有更加多嘅選擇，無論係拆唔拆都好啦嚇。另外一個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個單位咧，佢嘅私隱性都比較好嘅。嗱，對面嗰一戶咧就係113平啦。咁平時呢一個消防門嘅話咧，我哋係可以閂咗佢嘅。內部呢一個 area 咧，就係我哋呢個單位入邊單獨使用嘅一個空間啦。入到嚟之後咧，就係南北對流嘅，雖然佢得單露台。咁呢一邊咧就係飯廳。飯廳嘅開間咧，講緊大概差唔多有3米半嚇，可以輕鬆容納6到8個人喺呢度食飯啦。或者平時我哋開個 family party 嘅話，呢個空間咧係好足夠嘅。即係如果我哋企喺呢一個位置望到成個客廳咁嘅一個程度咧，佢係比較闊落啲嘅。延伸入到嚟呢度係廚房啦。廚房同樣會有個明窗啦。咁呢一度咧，佢做咗一個西廚嘅戶型佈局嚇，放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呢個係假嘅，開始我係堅嘅，即係呢度可以放一個雪櫃啦。另外就係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個方向望出去咧，其實依家樓下嘅地鐵進度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快。第二個前邊嗰度有一塊火炬之心嘅空地啦，嚟緊就會起一個地鐵上蓋嘅 TOD， 咁豐富咗喺火炬中心區呢度嘅一個生活配套啦。延伸過嚟呢邊之後咧，我哋就睇到係客廳位啦。其實 book 咗佢之後咧，成個客廳呢一個
開間咧就講緊差唔多有5米啦，成個客廳就好闊落啦。咁啊，平時我哋可能4個人啊、5個人咁上嚟度假嘅話，呢個客廳同飯廳嘅空間咧就會顯得非常之大。咁呢個兩個位置，廚房又好，或者係入門右手邊呢間房，佢可以做舉動咧，就係我哋會有更加多嘅得房率啊，或者更加多嘅想像空間啦。出到嚟之後咧，就係長露台啦。我哋會將洗衣機啊，或者係收納櫃嘅位置咧，可能就會放喺出邊啦。咁我認為呢個單位嘅景觀唔係那麼好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冇遠景睇啦。咁當然，如果我哋想睇翻內園景啊，或者泳池景嘅話，呢一個單位唔會話太差咯。因為佢前邊啱好咧係有6、7座擋住咗啦，所以佢嘅景觀唔係咁靚。係因為我比較中意望遠景嚇，雖然我依家屋企都望唔到遠景，但係我自己就中意嘅。咁啊，根據個人嘅喜好嚇。OK， 入到嚟之後咧，就係左手邊係一間書房啦。呢個 designer 咧應該係比較中意呢種空間，因為佢做咗2個書房嘅，入門右手邊有個開放式書房啦。延伸呢一間嘅話，我哋如果係放一張 queen size 嘅床，係可以做到3邊6床嘅。咁我哋可能有好多時候，我哋上到嚟內地嘅話就未必要用到咁多間房啦。有時上嚟可能4人啊、6人咁樣上嚟食個飯。開個 party 之後咧，大家都可能出去住下酒店咁樣，所以呢啲房咧可以根據大家嘅喜好啦去做舉動，甚至你想拆咗佢做偏廳都 OK 嘅。入到嚟之後咧，呢一間就係較為大啲嘅一個長者房啦，講緊都差唔多有成13個平方嘅。雖然咧我哋會見到就係showroom 呢度嘅展示啦，佢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書櫃，但係如果我哋做到60 cm 一個到頂嘅一個衣櫃咧，佢同時都係可以做到3邊6床嘅，並且你兩邊完全係可以放晒成個即係嗰個床頭櫃都 OK， 即係空間感起碼係比較足啲啦。延伸入到嚟之後咧，仲有2間房嘅，我哋先睇咗呢邊先。入到嚟呢間咧就兒童房啦，較為細少少啦，講緊大概6、7個平方啦。咁往呢一個朝向咧就係朝北向啦嚇。反而咧佢係北向嘅房間咧，因為佢前邊就係地鐵口啦，所以佢望嘅視野咧就會比較開闊啲啦。同樣我哋嚟到呢個客廁嘅位置，呢一個單位其實呢一個佈局事實唔係咁好，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我哋招呼客人朋友嘅話，下下上個洗手間咧都要經過主人房，可能個私隱性咧就唔係咁好啦。但係我哋入到嚟之後，我哋可以睇下佢嘅空間比較逼少少。當然你話轉身啊，我1.7米嘅一個身高啦，喺度轉身係完全 OK 嘅。咁呢度咧就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嘅飄窗台即係有呢個窗台位咧，大家打掃嗰時咧就辛苦少少啦。OK， 二進式嘅一個洗手間啦。入到嚟咧呢邊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呢個佈局咧，同我依家屋企住緊嘅係十分之相似啦，但係我屋企個會大少少因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就係飄窗位，咁呢個位置咧就冇做壓縮嘅嗱。同樣係 king size 嘅大床啦，兩邊床頭櫃延伸過嚟呢度咧，我哋會見到就係咁樣半開放式嘅書房嗱。呢度真係同我個主人房係有非常之大嘅相處嘅，但係我嗰度就會更加闊啲啦，因為我嗰度面積大少少嘅。咁當然我哋見到依家呢一度嘅收納空間咧，就唔係話特別夠嘅，所以我哋可能咧要借用埋隔離嗰間兒童房去作為一個衣帽嘅一個收納啦。咁並且咧呢個凹位可能就有少少浪費啦。入到嚟之後，主人房入邊嘅洗手間空間都係 OK 嘅即係企缸位啦，或者馬桶位，起碼成個動線各方面咧都非常之唔錯啦。好啦，咁依家咧我哋就睇完呢個127平嘅單位啦。其實喺最近嘅特別今年啦，我哋好多香港人上嚟買樓咧，都係選擇咗大面積嘅單位啦。反而係90平即係90平左右或者細面積嘅單位咧，已經比較少人去選擇啦。咁依家呢一個127嘅單位咧，總價 total 講緊大概140零萬到150萬之間啦。咁相對於高位嘅時候咧，呢度目前賣緊嘅價錢11500到12500咧，對比高位已經回落咗有成5000蚊一平啦。嚟緊你話佢有冇下跌空間咧？我認為唔大咯，因為頭先開頭都同大家講過噶啦咁呢度咧都係中山為數不
不多，周邊嘅一個生活配套咧都係比較成熟嘅。落樓有地鐵口啦，可以去到老城旗。第二個咧就係隔離有太陽城商圈啦，行路7-8分鐘嘅時間可以到。作為火炬中三城區最旺嘅一個位置咧，我認為依家咁嘅價錢咧，大家可以過嚟睇一睇嘅。好啦，咁呢期影片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可以 contact 上方嘅聯絡方式揾到 Ivan。嗱，大家嚟到中山見啦嚇，拜拜。